Hi，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嚟到漢興中醫常用中藥系列嘅教學。今日我哋就嚟講下一味非常特別又好實用嘅中藥八步。講真，大家平時可能聽都未聽過呢個名，但佢喺中醫史上可是有幾千年悠久嘅使用歷史。呢味藥喺名醫別錄入面被詳細記載，仲有好多代醫家都會用嚟幫人解決呼吸問題、殺蟲滅虱，真係唔簡單呀。我自己平時都好中意研究呢啲草藥，因為覺得自然嘅療法真係可以幫到好多人。其實我哋生活中很多小朋友都會遇到咳嗽、肺熱，甚至呢啲細菌、蟲害，又或者頭虱、體虱、濕疹之類。八步呢，其實喺呢啲方面都算係一個好幫手。咁我哋今日就嚟詳細講一下呢味藥嘅來歷、性味、功效，仲有啲配伍方法，等你喺日常生活中可以更好咁運用佢。八步係八部科，係植物嘅乾燥塊根，外形可以係蔓生、直立或者對葉嘅形態。喺中醫理論中，佢性味甘、苦、微溫，主要歸肺經。講到功效，八步最主要嘅就係潤肺、下氣、止咳，特別適合新咳、久咳、肺癆咳嗽嘅症狀。或者你會問，點解八步可以咁好用？因為佢甘潤苦降、微溫唔燥，不會傷肺燥熱，反而能幫肺氣潤沖、化痰祛痰。即係話用八步嚟治療咳嗽，不論新久、寒熱都適合配伍使用。特別係小兒頓咳、陰虛勞嗽最適合，而且佢仲可以殺蟲滅虱。喺古時佢會被常用嚟對付頭虱、體虱、疥癬同渣蟲病，甚至陰癢都可以用。所以呢味藥除咗對付呼吸問題，仲有啲殺蟲滅蟲嘅功效，真係好方便。有啲朋友會擔心自己咳得好犀利，或者啲小朋友咳咗好耐唔好，呢個時候八步就可以直接入藥用，仲可以配其他藥同用，例如紫丸、桑葉、菊花呢啲配合可以化痰止咳，好適合外感咳嗽。我自己用得最多嘅一啲配伍係風寒咳配荊芥、紫丸、桔梗；風熱咳配桑葉、菊花、桔梗；小兒頓咳用黃陳、苦杏仁同桑白皮等，十分有效。仲有治肺癆咳嗽，仲會加啲麥冬、阿膠、三七來滋陰潤肺。講到炮製，主要有兩款：一蜜八步就係用煉蜜同八步炒成，滋潤黏性強，主要用嚟補脾益氣，效果完善潤肺；二炒八步就係用文火炒到微黃色，增加潤肺殺蟲效果。點樣用呢？大人每日服用3至9克，用水煎服，外用可以水煎或酒浸，抹喺患處。雖然八步功效好唔錯，但係配藥時千祈唔好只用一味，可以多考慮配合其他藥物，出嚟嘅效果會更佳。例如八步配紫丸止咳化痰，八步配五味子收斂固結止咳，仲能滋腎陰；八步配白錢潤肺化痰，對久咳特別有效；八步配黃陳清熱止咳，用於熱病咳嗽。所以合理嘅配伍可以幫我哋針對不同病因達到最佳療效。一啲小朋友嘅頓咳、有驚咳劇烈、痰黏稠，呢啲配方都幾常用。最後要提醒大家，如果脾胃虛弱嘅朋友要小心，唔好亂用，以免影響身體。講真，用中醫嘅智慧唔單止治標，更可以調理身體根本。咁下一次我哋遇到咳嗽或蟲害，都可以自己整一啲八步茶或藥膳，幫自己身體保持在最佳狀態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都對八步呢隻中藥有多少少嘅認識啦。我哋都要記住，健康要靠平衡，唔單止喺用藥上，日常飲食、作息都好緊要。多謝你哋今日嘅收聽，如果覺得呢集有用，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呢個頻道，點讚支持一下，甚至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啦。我係寶榮醫師，下次再帶嚟更精彩嘅教學，期待再次見到你，拜拜啦。